你可能以前都感受過，明明周圍嘅環境好安靜、好安全，但係你個心跳得快到好似打鼓咁。呢種係一種永遠識唔到嘅高度境界狀態。你發現自己成日都喺度等緊，唔知幾時出事，喺地平線上不斷搜尋緊下一個災難，或者任由過去嘅陰影說服你，未來除咗危險之外乜都冇。要理解呢樣嘢，我哋睇下呢個由恐懼驅動嘅系統，留意下外在事件係點樣繞過大腦嘅邏輯處理中心，反而直接入一個過度擴大嘅逃避循環。你唔再係為咗追求目標而活，而係為咗避開痛苦而活。呢種長期嘅警報狀態唔單止係透支你嘅精力，仲會改變你對自己嘅看法。隨住時間過去，你開始接受呢種持續嘅輕微嘅恐慌作為你真正嘅性格，以為焦慮就係你本人。但係接受恐懼作為你嘅預設設定會困死你。你最終會為自己嘅心靈親手建造一個監獄，由入面鎖死道門，將你嘅自主權交俾一個無形嘅看守。一段古老嘅經文提供咗一個完全唔同嘅診斷。提摩太後書話，上帝賜俾我哋嘅唔係膽怯恐懼的心。呢個經文俾我哋知一件好關鍵嘅事，令你癱瘓嘅恐懼唔係你生理上嘅預設，而係一個外來侵略者。認證恐懼係一個非法佔用者，係將佢趕走嘅必要第一步。喺你奪回心靈主權之前，你必須清楚定義佢係一啲唔屬於你原本設計嘅嘢。為咗執行呢場驅逐行動，我哋得到咗3件特定嘅工具。呢個模型將佢哋拆解，由第一根支柱開始。能力，呢個係外在嘅神聖嘅支援，喺你自己嘅意志力耗盡嗰一刻就會啟動。第二件工具係愛。當你真正明白到造物主係深層次、無條件去愛護你嗰陣，佢會中和嗰種退縮嘅本能。心理上嗰種保護自己嘅需要會消失，因為你知道你已經被保護緊。最後一件工具係緊守的心或自律，佢好似一個澄清工具，等你可以將你嘅決策同突然而嚟混亂嘅情緒高峰脫鈎。能力、愛同緊守的心結合埋一齊，就成為你心靈解放嘅功能組件。咁你實際上點樣部署呢啲硬件呢？當恐慌殺到嚟嗰陣，你可以用一個實用嘅方法，我哋稱之為病房反擊戰。而家諗一個經常糾纏住你嘅特定恐懼，可能係驚喺公眾面前失敗，驚突然生病，或者係擔心最後會孤單一個。呢個反擊戰嘅機制涉及大聲講出真相，你要主動拒絕嗰個恐懼嘅來源，講出嚟，呢啲唔係嚟自上帝嘅。我宣告我有能力愛同緊守的心。你嘅大腦係靠重複嚟運作嘅。當你用聲音講出一個新嘅真理，你就會中和咗杏仁核嘅自動循環。久而久之，呢種持續嘅干擾會削弱嗰啲住咗恐慌嘅物理神經路徑。呢個過程等大腦可以重新分配資源，去到呢啲新建立嘅肯定邏輯上面。透過重複呢種抵抗，你會一磚一瓦咁拆掉困住你嘅圍牆。你正在訓練你嘅神經系統去同你屬靈嘅現實對齊。一旦你踏出咗嗰個監獄，你成個人生嘅操作系統就會轉變。你轉向咗一個應許驅動嘅系統。你嘅首要目標唔再係為咗生存多一日，或者避開下一個災難。你係生活喺光明之中，反映緊神聖嘅榮耀。雖然認知工具同心靈練習好有效，但永久嘅自由需要一啲更深層次嘅嘢。佢需要同設計呢個系統嘅建築師建立直接聯繫。呢個就係簡單嘅救恩禱告介入嘅地方。呢個係一個自覺嘅決定，去將你嘅意志同更高嘅權威對齊，用一個外在嘅矛去取代內在嘅混亂。如果你已經被無止境嘅恐懼循環搞到好攰，你而家就可以建立呢個聯繫，只要跟住重複
主耶穌，我好攰，我唔想再生活喺恐懼入面。我信你為咗釋放我而死，請赦免我，接管我嘅人生，用你完美嘅平安充滿我。阿門。如果你做咗呢個禱告，你已經成功獲得咗新嘅神聖 DNA。為咗堅定呢個承諾，請去下面嘅留言區打出呢句宣告：我有能力愛同緊守的心。唔好將呢樣嘢收埋。分享呢段片就好似將逃生嘅方法傳俾另一個仲困喺黑暗入面嘅心靈。Subscribe，我哋下次見。